2026年8月26日每日靈修，靠主得力，過得勝的新生活。654罪已赦免。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我們若認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實的，是公義的，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約翰一書1章9節。小故事。有一個老婦人，常向人說上帝向她顯現的事，大家都不以為然。教會的牧師就對她說：下次上帝再向你顯現的時候，你問他我曾犯過的罪，那是唯有他才知道的罪，也藉此證明你所言不虛。過了一段時間，牧師又和老婦人相遇，就問他：上帝有向你顯現嗎？老婦人說：當然有啊。牧師問：那麼他有告訴你我所犯的罪嗎？老婦人說：我問了，上帝要我告訴你，他早忘記了。默想：上帝早忘記了，多棒的一句話啊！上帝都不再紀念，那些事情不再能成為我們的轄制，而撒旦也不再能藉此來控告我們。在基督裏，我們是新造的人，是真正的自由人。禱告：愛我們的天父上帝，感謝你對我們的愛不離不棄。我們承認自己的軟弱，常常犯錯得罪你。我們來到你的面前，祈求天父的赦免，洗淨我們的不義。求你幫助我們，靠着你加給我們的力量，做新造的人，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。幫助我們靠着你勝過撒旦的攻擊，勝過軟弱的自己，能夠過得勝的生活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